我不去大戏上美。哎呀，小姐不愿下来，那么带我去摘几枝梅花嘞？你去摘吧。是。快去蓝云堂将紫塔取来。是不，也不在母亲那里。那紫塔现在哪里呢？弟弟是在3日之前，女儿已将真珠宝塔送与表弟了。哎呀，不好！实在为母到天堂，结义换子把他当，名字传神大取人，有家一官不良了，看不过。看不过什么？长期长，红楼之间。
就快，才必好好伺候小姐。是宋老爷。小姐，小姐，这真是惊天祸起。表弟啊，是今是吉凶祸福难猜测，我只能摸索去问谁配相。但愿是天下也有相同的，但愿是刀口有时出神方，但愿是自他一生表弟去变作靠本上。做非非相，表弟呀，你身上有长河断，岂不是方家羞耻写上香？举送庭前空虚魂，美满姻缘难成伤。想不到我生他为好凡，生何来表弟一恩中天把命丧。如今你从未收留到我手，凡事在我天手上。莫非你远走千里把日跨，又为从托返襄阳？莫非你南沙归国求自己，中途逃脱为我防？哎呀，莫非你呀10余年听不懂襄阳话，天生一副铁心肠？莫非你呀送父弃兵呀表弟，你与我母亲心一样？
人。